第一组的来宾家庭伊甲。咦，100万奖金，一对拼第一。对啦，好，第二队的家庭庆家。庆队，骑金马摕100万，厉害厉害！好，来换咱第三组的来宾家庭，欢迎咱的蛋家。好，专家有智慧，当我拼第一，冲啊！好，冲啊！来第四组的来宾家庭，欢迎咱的勇家，熊家。兄弟上界战，我要摕到100万。拢来啊！咱就爱好好共介绍者，是先介绍咱的伊家。欢迎啊，咱的队长游水仪，带着伊的这个师弟帮弟啊，各位啊，还有咱的林安，哇，顶边来嘛真厉害呢，100,000，哎呦，袂歹哦，万一袂歹破亿就好啊啦，嘿啊破亿就对啊啦吼。好来，第二组的家庭庆家。是咱的队长文庆，哎，带着伊的同学好朋友，像咱的明水，哦，缘投。同学嘛是。同学收益，啊，个咱的加入。是，无唔对。来讲一下，顶出来奖金有偌济？顶届19000块。哎呦，哦，愈来愈厉害呢。是好，来欢迎恁来。欢迎。换咱这边的啊，是来咱等的啦。是啦，吼，啊，这边是阿丹吼，带着伊一寡迄个细汉，不是，哎，好兄弟啦，吼，有平安，好兄弟，好朋友，好兄弟，吼，有平安，啊个文革，啊个有一个笑着的，永远拢咧紧张的笑着的。你名好了，真好，真笑着。嘿，来，我问您一下，顶出来的奖金偌济？哎，46000。哎呦！之前拢讲啊，袂晓，那就紧张，结果咧4万外，哇，就是安尼，厉害啊！对啊，欢迎你来咧。好来，啊咱详家咧，叶翔，咱就是带伊的好朋友小快，啊个晶晶，啊个咱的刘洋，啊，今日哦，其实你看我这束衫有，是不是足特别的？本来来录影的时阵哦是好的，哈，我门卡口拄到一只狗，哇，嘎呢，哦，抓吧，我本来想讲伊讲抓咧，今日是狗啦，代表就是狗来虎啦，哦，对唔对？对，真好，大家开讲的时阵都足有实力的，是，就信心，一定要甲恁真正的实力摕出来啦。好，老师傅，嘿，好来。介绍咱今日第一个老师，欢迎咱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。学台语照起工，咱的文化就旺旺哦。好，咱一定爱照起工啦吼。好来，咱今嘛开始要照起工哦。是。起来，第一回合斗阵抢擂台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，这回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。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嘿，第一回合斗阵抢擂台。是要安怎抢咧？哦，跟4队报告，咱这回合吼，每一摆拢爱派一个人出来比赛。哦，一个家庭一个人出来。啊，一个人会使有2题。哦。啊，一题就是5000哦。啊，4个人等于就是4万块哦。加油哦！每一个人拢会上台来哦。好，来，咱今嘛讨论者，看啥人要派第一位出来。好，来，紧的哦。抢一下好头彩哦，看卖。讨论好啊，咱就上擂台。顺利。哦，你徛马先来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嘿，今年，嘿，你是这台好。今日休困。嘿，今日有啊。
拄啊拍了赶过来。哦为了这100万一定要来。有影有啦哎，来问一个，即马心内真紧张的，嘿，拄啊娶某，哎，哎呀，真正爱甲你恭喜恭喜恭喜！可以啊，恭喜！嘿啊，大家甲恭喜者，对，娶某前生生后后，人即马娶某，今日运气一定真好。对啊，变叫，是，好来，搁扫落去是咱的伊啊，啊，伊啊，伊啊，你会紧张无？就紧张的。哦，免紧张，来2题尔，咱先甲分数，一题偌济一题5000， 5000，提起来再搁讲哦。好，来第一题过你第一题2个字， ，2个字咱请出题。来第一个提示，甲动物有关系，动物有关系哦，有关系哦今日家己想一个哦。来第二个提示，足烦呢，甲动物有关系，即马过来个足烦呢。哎呦，到底是什么感觉啊啥？话咧？嘛是还袂哦。还袂哦来第三个提示，连咪化烧，连咪化冷，拉面花烧。哎，哦，来古猫，古猫，古猫，哎，为什么你想会到古猫？可以呢。为什么想会到古猫？哦，因为足烦啊，古猫啊，古啊，嘿，古啊，甲动物甲动物有关系哦。哦，啊就是古猫啊，啊毋，过拉面烧，连咪化冷，拉面花烧，拉面花冷是啥？啊拢有猫啊，哦，拢有猫。哦，拢专业猫啦，连咪冷也袂使，烧也袂使，意思是这样的。哦，原来好来足。麻烦的呀，古猫，老师对唔对？那会遮搞啊！真正厉害，真正厉害。来，奖金终于得到5000咯，够搞的啦，啊，是有影有教到，嘿好厉害，偌尾是猫仔神，鸟神呐，猫神呐，嘿啊，过来上尾啊一个是土无角，好，来几个字？第二题嘛是2个字，嘛是2个字哦。来，咱请出题，来，咱看第一个提示，上冲锋，上冲锋哎呦是人冲锋吗？还是什么会冲对锋咧？啊，好，来，搁第二个提示，韩多鲁，韩多路，韩多路你应该拢知影韩多路啦吼。嘿好，来，嘛是无动静哦。来，第三个提示，错音，哦，哦，来，喇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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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韩多路来老师对，，喇叭对唔对？我给没看，来，所以各有机会过哦。来哦，嘿，来，要看者无？第4个提示，囡仔人唔通，囡仔人唔通啦，搁嘿韩多路韩啊多。路，哎呦，哦，明水，明水，皮车，哦，皮皮车，好，哦，老师批车对唔对？哎，恭喜！来分数，终于得到5000咯！哎，果然有咧黑社会走跳啦。有影啦，无唔对。好，来上尾啊，一个是5月天的歌啦，五月天的有哦，驾车驾车，嘿，驾车甲皮车，驾车比较赶快啦差不多，嗯嘿，拢共款意思，哈，真牛哦。厉害呢！是，咱看一个咱的二队，即嘛是零分。哦，冇紧冇紧来是来是，好啊，那咱欠队，即嘛有5000，啊，咱上的咧，有5000。嘛好啦，好啊，等咧，哦，嘛是0分。要紧一个爱心，嘿冇紧哦好来后面的人更较强哦，嗯来，今日换人。来，第二位啊！第二位哦是拄啊，应该袂困难啦吼。对啦咱有诶。会紧张无？会。啊，有想到他都在打迄两题。我看你就袂紧张啊，你紧张啥？是啊，我都无你紧张呢。我台语无讲介好。袂呢，你讲了袂歹啊。是，你讲了袂歹呢。系啊，咱庆诶，庆诶，你我是袂紧张啦，嘿，啊头拄仔迄题目我拢看无呢。想袂出来，想袂出来。伊这就是互你去想，就咱讲的华语讲的想象力。啊，联不想。过我知影我运气好，运气好，无得卡即题我就知影。哦，有自信好。运气嘛是实力的一部分啦。无唔对，无唔对，啊那咱上的这队的，加入，晶晶，晶晶，嘿，晶晶拄则答案，我感觉是高啊，是高啊，嘿，高啊，因为我会感觉这个题目的回答拢就很广，是哦，互你想真济，对对对，无这个方向。无这个方向。好，来咱的平衡，平衡，我拄则讲无摇对，讲摇唔对。好，加油加油哦，2题尔哦，来
咱第一题几个字？ 3个字， 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第一个题是古水，高水啦，哈。嗯来，第二个题是嘎吱嘎吱，啊，哇，最后，来臭耳呆，臭臭什么呆？臭耳呆，臭耳呆，臭耳呆。嘿，哦，来，老师，臭耳呆对不对？哦，够的啦。是臭耳呆，臭耳呆哦。是来分数。恭喜阿丹得了5000，哇！啊，你也又会出来，嘿啦，来，搁来看又去的啦。又去的啊，吼，跟两回进前。两回进前嘿，啊，搁一个是讲话袂清，嘿呀，哦，伊安那想到的哈，是因为我细汉嘛是臭耳呆啊。是哦，应该是教出来的人讲过，你讲话臭耳呆，臭耳呆哦。对啊嘿哦，好，不过啊，我这爱问者，爱甲老师问者，因为真侪人的腔口啊腔口无啥共款。老师，我甲你少问一个哦，是臭耳呆还是臭耳呆？臭耳呆、臭铃呆拢有人讲，哦拢会当。咱讲牛铃、牛呢、牛铃，哦三个音拢对啦。是，哎，是是，好，谢谢老师真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安尼了解啊，安尼了解啊，吼，哎，好，来，过来哦，加油今天要第二题哦收讲5000哦来，第二题几个字3个字， ？3个字啦，好，来，写出题，足侪口味，就这口味好食的哦，菜市啊，菜市买得到吗？啊，先生，晶晶，比亚冰，哦，哎，后位来，红豆饼，红豆饼对不对？老师，有足侪口味，伫咧菜市啊，伊敢知影是啥物咧？第一个题是，江户时代出现的物件，哦，刚好呢，真久哦哦，，真久哦真久哦哦，好，来，第二个题是，足侪口味，就这口味好食的哦。应该是食物哦，啉的，哎哦，不一定哦嗯。来，第三个题是菜市啊，菜市买得到吗？诶，应该是哎，哦，无的确哦，嗯吼，来哦，过来哦，来第四个题是红豆，啊，哦晶晶晶晶，比亚冰，鸡鸭冰，冰，好，来，老师鸡鸭冰对不对？安尼就歹势咯。啊，来，机会过来啊，有人要要无有人要无？来，听个来，红菇粿，红菇粿，来，老师红菇粿对不对？安尼嘛歹势哦。来，看清楚哦，即马剩两个，有要搁要无？无要继续提示。来，我搁继续提示哦。啊，好，你要讲一个，来，后位来。红豆饼，红豆饼，红豆饼对不对？老师，恭喜！来分数，叫伊得了5000咯！哇，来你也看一个，上尾一个是菜脯啦，嘿，菜脯是口味啦，对口味真济嘛，嘿嘿嘿嘿，车轮饼啊嘛有人叫公仔粿、公仔粿拢会使。是啊，咱即马拢讲红豆饼，红豆饼、车轮饼，嘿啊。所以讲菜市啊，路口一定拢有拢会摆一担，嘿啊，真奇怪，口味真济，好，袂歹厉哦。害哦！来看一下分数咧，是看阮的衣架，哎，伊价即嘛是5000，啊，咱天价咧，啊嘛是5000，上价咧， 5000，对啦，啊单价咧。 5000，送白手，哇，好，来换第三位啊！哦精彩啊来紧的换人。哎呦，哎，我咱咧私底下咧讲，愈来愈强呢。嘿啊，四每队一个拢5000、5000、嘿啊惊倒人哦，即马上惊的毋是100万，是上惊咱制作单位破产钱敢搁有。嘿啊，你看伊哦，拢这简单的没有出来，但是免惊，把恁的实力拢甲摕得出来。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咱即马讲者，哎，邦迪，邦弟，哎，哎，邦弟嘛是演员嘛。对来几落摆啊？来几啊届？嘿啊对，应该有把握啦。有啦，哎，你讲就对啦。啦。是啊，上惊就是哦，拢无把握分数摕上济迄种的。哎呦，点点食三我讲惯呢。是，啊，咱属于是。是。啊，今嘛百元店整理好无？哎，袂歹，讲袂袂歹歹哦，袂歹的。啊，有人甲你讲，哎，我有伫迄落啊，哪位看到你哦？无，啊未啊哎呀，
真正有人看到你，你生理会更较好。对啦，加来谢拜哦。谢谢谢。是，边仔咧我无想要问呢。啊，无咱跳为什么为什么我目睭无爽快呢。哎呦，对，麻烦你内面佫穿一领内衫，大家。今日会冷啦。我拢看到啊啦，看到吧下明显啦。嘿啊，啊你有饱无？哇，有啦，有但是我感觉吼，今仔日的题目吼，比顶一抓较困难。好，啊咱这笑着，对对。对对啊你毋笑着者？恁抓摕4万人就是咱一队啦。哦，就哦，哎，你这哦，就是咱话语讲言语霸凌啦。哦，笑着。真笑着呢。好，继续甲笑着落去哦。好，两题看你啊哦。好，来，第一题几个字？三个字。三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。第一个提示，哦，塑胶鹿啊，塑胶鹿啊哦。好，来，第二个提示，大人的口味。塑胶鹿啊，佫有分大人囡仔的口味哦。这是要安怎？好，来，过来哦。第三个提示，有咸的，佫有咸的，这个口味佫有咸的。口味够咸的。哦。有哦，有想到无？无哦，无过来哦。第四个提示，有海味的淡散。诶，淡散就是哪嘿，哪食就对啦。哦。是，哦哟，佫无？佫无。来哟，第五个提示。用素的。哎呦，来，学小酒嘞，哦。烧酒嘞。为什么？用素的，嘿。诶，大人的口味有咸的，哦。啊，为什么跟塑胶鹿有关系？啊，拢用塑胶佬啊底。哦。好，来，老师烧酒嘞对唔对？来，恭喜！来，分数。恭喜加5000。好，来，你看一了，真正有影就是亲像你讲的，一定爱用塑胶佬啊，无用塑胶佬就敢若无想你食迄落烧酒嘞，敢而且食完嘛，搁用另外一个鹿啊缀起来。是，啊，伊口味真济，啊，伊有淡薄仔海味啊，嘿啦是海的嘛，对啊。嘿啊，所以讲有咸的，啊嘛有无咸的啦。好，来，佫有一题机会哦。够一题。来，这题几个字？两个字。两个字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第一个提示。足贵的。足贵的，第一个就较足贵的啊。嘿。哎呦，啊，第二个提示咧。个别风坏。个别。哦。因为我最近哦，安那有纠纷，哦。对无？啊，我咧跪落来，摕出迄个物件，足贵的。偌贵？几万块，几万块。是。啊，问伊敢要嫁我啊？哦。我摕物件应该是酸酒。酸酒。哦。好，老师，酸酒对唔对？爱甲想。可能比酸酒更较贵嘛，可能比酸酒更较便宜哦。好，来，要看一第三个提示哦。来，第三个提示。五花十色。哦，啊，唔就真哦，变变变变变。对啊，真精彩咧。哦，好，来，无，过来哦。第四个提示。大酒店。来。足贵的。是。啊，有乌花十足，大稻城，烟火。嘿。哦，台语啊。台语哦。烟火。烟火，来，老师，烟火对唔对？烟火，恭喜！来，分数。恭喜你了5000咯！哇，笑着啊，笑着啊。是，好来，咱来看上尾一个是啥？配合的节庆。嘿，拢会有这个烟火，啊，伊嘛通个叫做火炮。嘿，好来，咱今嘛会当看分数啊。是。好来，先看咱的衣架。衣架今嘛有5000。哇！啊，咱的轻架咧。轻架今嘛有1万。哇！啊，咱的响架咧。哦，响架今嘛有5000。啊，咱的单架咧。单架有1万。诶，愈塔愈济，愈来愈强哦。上尾啊人要来个上强的哦。好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来，第4位啊，是2题哦。啊，等加油好，来，加油哦！抢较紧的哦。几个字？2个字。2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。第一个提示。一种方法。一种方法。什么方法呢？来，第二个提示。无
无正当的，无正当的无正当的方法，哦，安尼就是无好安尼应该真明显啦哦。来，第三个题是。甲人创空的，甲人创空的两个字，啊，佫无正当的。来，诈骗，骗人诈骗，嘿，诈骗。好来，老师诈骗对唔对？哎，拍摄哦。拍摄哦，有机会哦。大家想一下。来，要佫看一个第四个提示无？来，第四个提示。运动比赛。哎呦。哦，来，加入。奥博。奥博。为什么是奥博？因为讲创空啊。是奥博嘛。哦，一种方法嘛，无正当啊，讲创空的，听到会讲创空的啦，啊，佫是运动比赛，一个方法。是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创空。老师，奥博拍摄。紧张啦，紧张。好球。奥博对唔对？奥博叫你。厉害！来，奖金，叫你加5奖。来，咱佫继续看上尾一个。输了唔甘愿讲，嘿啦，袂当，咱做人袂当安尼，吼，咱要正大光明，对啊，袂当安尼去人出种拗步啊，对，是，袂困难嘛，对啊，想较紧的，你真正拢无讲话咧，小关，爱讲一下话，好无？爱讲一下话，够5000哦，好来，够5000哦，好来，几个字？2个字，2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，看第一个提示。茶做的，茶做的哦，茶做的。来，第二个提示，银钢啊，茶做的，跟银钢有物件有关系。哦，来，第三个提示，苏菲茶，嘿，哦，来，跋杯啊，跋杯，好，老师，跋杯对唔对？那这个。拜啦，拜分数，恭喜你了5000咯！谢谢。嘿，来庙的内底啦，庙内底，咱的宝贝就是拢放喺庙内底，啊，问代志啦，哎呀，有影，哦，厉害呢，真厉害，来，咱即马来看一下分数，是总分数，4队的总分数，因为咱要去后一个回合吧，没错啦，来看咱乙家的分数，乙家即马有1万，嘿。啊，那咱评价咧，评价即嘛有15000哦。啊，那咱上价咧，上价嘛有5000。嘿，啊单价咧，哦，单价即嘛有1万。真好，来继续个升落去哦。今日咱的第2回合，阮到第1名。有够精彩！第1名，哎，大家来拼！嘿，要安怎拼？是，咱这回合吼，就是咱4队16个全部上台。来，今麦拢伫遮。啊，阮这回合拢总有6条题目，每一个题目有 A、B、C 3个选择。哦，恁只要徛恁认为正确的答案。吼，上尾啊，你若是全部规队留上最落来，也是讲吼，恁这队是唯一留落来，就再得到这回合3万块的奖金。3万，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！上个咱请出题。是，请问金门有真侪风师爷，你敢知影伊有啥物路用呢 ？A. 后代生炭 ，B. 祈求农作物丰收 ，C. 顶风辟邪。好来 A、B、C， 请选择。来哟，看你那个风险问开无？来哟，来哟，哎呦，哎，有人全部拢去啊死啊咧，死你啊咧。好啊，算哦。来哟，风险莫分贵哦。4、3、2、1，好来停。啊，你那叫哎。确定啊，袂要紧啊！你是假啦！袂使个等来，袂使个等来。跳啊！袂有，等来。咱这是 A 啦吼。来，你选的是后代。为什么是 A 咧？吼。啦，我拄去金门拍伊回来。系啊，我原本是要选 C 的，我想讲这是 C， 阮就无叮当啊。看因两个走，我看因走，你好奇怪那种啊。对，我们想讲，哎，有一个保险的徛喺边安尼。对，结果咱嘿，阮两个人讲徛喺遮，唔知影。不要紧，我你
金门拍一顿啊，对啊，无定着就是这，忘掉风西洋个土地啊，对啊，看恁要玩较早收工的无？比咱无人吼，祈求的啦，来即嘛大家拢伫遮，哇，嘿，会收客无？人叉叉叉呢，小小可客吼，好来，咱派一个代表来讲，好来，听的，好听的来，徛头前，来。咱伊来做代表，吼，看伊讲了安怎？对，来，你感觉你选诗是顶峰辟邪？因为金门是一个岛嘛，是，啊，伊有真侪大风，大有时有时啊，迄出船啊，风调雨顺呐。对啦，风调雨顺，就是讲风西嘅。风西呀，就是这个作用啦。顶风辟邪意思就对啦。对。吼，家遐顾好啦。定调的啦。哦，大家同意无？同意。哎，啊，恁两个就好了啊。风西呀，风西呀。来，咱来看了 A、B、C， 正确的答案是。讲人无讲好，讲好不是，这就是讲咱脚步爱较紧的啦。嘿，要走的时阵，啊，电话主啊，袂当做歹代志。对，电话讲去就互抓着啊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咱先休息一下哦。来，咱来去金门观光，是甲砖头拢有看到啥？大细细啊，无共造型的这个风西爷吼。啊，是安怎有遐济风西爷吼？是因为啊，金门一年哦有9个月。伊的东北风拢足透的，哎呦！啊，再加上地新讲的时阵，伊插真济树啊，去做啥军舰，吼，准备要反清复明，啊，搁定调啥海贼甲战乱，所以金门人为着要顶风辟邪求平安，才伫大庄头拢采这啥风西爷，所以风西爷。会使讲是金门的守护神，所以咱的答案就是顶风辟邪。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心情无好，咱会讲咱起毛歹；啊，若心情好，咱会讲什么咧 ？A. 起毛爽 ，B. 起毛多 ，C. 起毛痒。3、2、1，停！啊，你嘛是选起毛多哦？因为我感觉念的还足顺的，起毛机。哦，原来是起毛机，你是起毛痒。细汉听时代咧讲的时阵，心情拢起毛痒最欢喜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心情无好，咱会讲起毛歹；那心情好，咱会讲什么咧？心情好，咱会讲什么咧 ？A. 起毛爽 ，B. 起毛多 ，C. 起毛痒。好，来 A、B、C 来，咱请选择。是啊，是起毛爽，还是起毛多，还是起毛痒？来哟 ，A、B、C 认清楚哦。来哟，5、4、3、2、1，停！哦，袂歹，即马拢有甲风险甲分开啊。来，哎，那个，伊就是迄落啊啦。西装的啦，古毛的啦，古毛。伊啊。哈，是古毛，你选迄落啊啥？起毛爽。起毛爽。我用谐音啊 ，emoji 啊 ，A 啊。哦。起毛机啊。起毛机嘛。哎呀。哎对哦，有道理。嘿，唔讲话也是你边啊对着伊啦。吼，来，哎，小赵诶，你即马选的是起毛机哦。对，起毛机。哦，啊，你嘛是选起毛机。因为我感觉念的还足顺的，这个字差不多对吧？对啊，敢若日文有一个起毛机。我当想着啥呢？是。哦，原来是起毛机，安尼哦。哎，你的嘛真有道理的。好，来咱这边，哎，都是上济人的。你讲者，你是起毛痒？起毛痒。痒啊。痒。痒啊。细汉听时代咧讲的时阵，若心情好的，哎，心情拢起毛痒最欢喜，最舒服的。来哦，到底是爽，嘿，还是这，还是痒呢？好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哦，
来，咱先再会哦。哦，再会。心情无好，咱讲啥？起毛歹，啊，心情好，咱以前讲啥呢？起毛字 spring 江，啊，这起毛字是啥？是日语，是心情的意思。啊，这 spring 是啥物语？英语，春天的意思。啊，这江是爽快、美丽的意思。所以起毛字 spring 江，规句就是心情亲像春天遐日啦，遐日啦水的意思。啊，咱即摆就简单讲啥？起毛江3字来表示啥？心情真好。好，来，过来刷入去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新台票500块梅花鹿，1000块乌梯，2000块河带，您知影伊是安怎安排的咧 ？A. 照海拔的高度决定的 ；B. 照动物稀罕的程度；C. 照国际生态形象。好，来，咱请选择是嘿。哦，是海拔，嘿，还是动物稀罕，嘿，还是国际生态。哦哟，这有够困难的。重要哦，来哦，紧的哦，5、4、3、2，好，来停，你嘛拢选，大家拢选。哎呦，全部是 A 呢。是，拢海拔的问题哦。嘿，来，拢无讲话，你明仔载要徛马的人都无。哦，冷水，来。你好啊，徛一个。你好啊，讲一下。是，你感觉是照海拔？嘿，我感觉是照海拔是拄好看起来是安尼安排的啊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咱的队长啊，阮的队长是外景的主持人，你对这有了解啦？哎呦，哦，是相信队长，我相信队长。哦，是队长，安尼讲对唔对？唔对。好啦，啊，恁大家感觉安那？对吼，即摆敢一个团体。对啊。恁等下敢会搁念做伙？应该袂啊啦。敢讲因拢是大桥头对。无，这是一个舞蹈团叫原主的啦。啊，原主的哦。人是原主少年，伊是原本少年。原本少年。对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来 ，B 甲 C 拢无人哦。系啊。系 A、B、C， 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来，台湾的生态真丰富吼，有真侪代表性的动物，比如讲啥梅花鹿、乌鸶加河带，啊，这乌鸶就是地质，吼，啊，迄个河带就是樱花孤吻龟，嘛是咱台湾的国宝鱼啦，吼。啊，是安怎？新台票500块的有梅花鹿呢？是因为300-400年前，台湾四界拢是啥？野生的这个原生种的这个梅花鹿，吼，啊，迄个因是生活伫咱海拔500公尺以下的啥的所在，啊，1000块的有这个乌鸶，是因为因生活伫海拔1000公尺以上较悬的山区，啊，2000块的有河带，是因为因生活伫海拔2000公尺悬的啥溪流，哦，所以有人去分析，认为这是啥照海拔的高度来决定的。来，我要出题啊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时阵会使用青帮白帮来形容代志咧 ？A. 累残受伤 ；B. 朋友雄雄讲我介意你 ；C. 便当起大家。哦，来 A、B、C， 咱请选择。累残受伤。哎呦！啊是讲比朋友雄雄甲你讲我介意。我介意你呀。是便当起大家啊啦。我觉得。来有 A、B、C， 唔通唱迄上尾啊一秒的哦。哦，买哦。来，好，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走。来，队长。嘿，来，问题来。哦。即嘛，这是咱理解。嘿啦。来，讲一个，你选的是 A， 累残受伤。哦，青帮白帮嘛，因为迄青帮听起来就青光的，有种青光的感觉。哦。啊，你就青光，你就会累残嘛。是。对。好厉害！哎，就问啊，白帮是啥？白帮是。你弄来了，你把这款拢白色的，对，有道理。是啊，咱这来。
平天，你讲者。我想讲就跟乌青共款。乌青。乌青。哎，弄了乌青，弄了白青。哎对。是，所以讲你感觉是乌青的感觉。对。哦。哎，骂完你来。骂完。骂完你。哇，以后来咱节目都红改名，哎，一个叫姑母，一个叫骂完的。安尼较好认啦。哦，较好认啦。是你选的是嘿朋友，雄雄甲你讲，我介意你。是。就是青帮白帮。你甲恁某讲的。来，我叫伊来。董事长。麻烦你甲讲者。哎，董事长。青帮白帮。来，你当作是像甲像讲的。你怎讲的？讲啥？讲青帮白帮啊。对啊，阮都是4个人讨论出来的。哦，有诶。是。因为阮4个拢无听过这句话。啊，若是真正有影是青帮白帮，你通甲恁某讲一个表演环看的。恁当初是安怎帮的啦？好来。死无人啦，死无人，无人死，哎嘛无好听。好，咱来看一下 ABC 正确的答案是，嘿，十紧张哦。B。来，两位来先请回。来，麻烦你会当讲表演嘿，来，看你会当讲一啥？青帮白帮。哎，当初是像甲像讲的。是。当初是我甲伊讲的。哦，骂完说我讲的啦。你安怎甲讲？其实我袂记哩。家庭的适合，卖个问啊，卖个问。不过哦，真正有影，以前的话介古锥啊，青帮白帮听起来哪有可能是讲啊用帮的，用甲你讲我介意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来，青帮白帮是咧形容啥？无义务啊，你料想袂到啊，常常发生的代志。比如讲啊，一个普通的朋友尔吼，啊，常常走来甲你表达伊的心意，吼，啊，讲伊安那足介意你的，吼，啊，迄个咱就讲这个人啦，青帮白帮，互人啊啦，心理拢无准备，吼，啊，佮亲像啥，你的朋友啊，啊，透早迄个走来恁兜，甲你讲要甲你借啥10万块，哦，啊，你就甲讲，啊，你安尼青帮白帮，安尼迄个走来吼，啊，我临时临要要去倒装遮济钱通借你咧，哦，所以这拢是青帮白帮的意思，是意思，用的意思，对，用的意思，你无想到诶。家己报告者，即马吼，咱这真厉害。嘿，阿丹、阿雄因拢剩一个人咧内底，吼，啊，但是温庆内底有4个哦，啊，咱阿姨的这队嘛是剩一个。嘿，好，来，咱搁继续来。加油哦！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过年前头家做马艺来感谢员工的辛劳，马艺爱办咧旧历当时咧 A 12月16 ，B 12月20 ，C 12月14。哦，12月24。好来 ，ABC 咱请选择。来哟，是到底是12月16，还是12月23，还是12月24哦？哎，大家团结啦！这是真简单哟。系啊，敢不要这简单？哦，是，他个想哦，是较定拢伫 A 哦。拢伫 A 啦。哦。来。是我唔知影咧，这来。你感觉是12月16？嘿，是安怎讲？我嘛唔知影啊。我听阮队长讲。哦，队长有讲呀。哦。啊，拢参加过马艺嘛？你有食过马艺吗？有啊。哦。但是普通时看大家有时间无？系啊，有时间的时阵啊。看过年进前都是啊。来，青青。哦，青青，来。青青，来。你即马无想要第一队啊，想要换别队了？你的希望。无。我就讲15号是每月满月，啊，过灯工来食饭。过灯工，我袂晓的啊。过灯工食饭，这理由呢，敢若对，搁敢若唔对呢？是啊，有当时啊，这就是啊，问题啊。啊，呛数。来，要紧，无定就拢对，无定就拢唔对哦。有可能哦。好，咱来看一个正确的答案是。对，这题简单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来，过去的生理人甲头家人吼，
便啊旧历的初二16拢会做艺拜土地公祈求生理家业大趁钱。啊顺续请新郎安那食一顿青草的啊这头艺是旧历的2月初2，尾艺就是咱拄则讲的旧历的12月16。食尾艺即天，新郎心内拢安尼烦恼呢。鸡头若对准你有无？表示安那头家安那要甲你洗头咯，叫你等去安那食家己所以咱就有一句俗语讲，食尾艺面悠悠，食头艺脸翠秋。是，可惜。是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过去咱会用台语讲拉手，你敢知影是什么意思咧 ？A. 查某囡仔水佮拍 ，B. 甲别人讨物件 ，C. 开车的时阵就爱饲喇叭。好，来 A、B、C， 咱请选择。来，是辣手。嘿啊，嘿，辣手是查某囡仔，水佮拍哦，也是要讲讨物件。嘿，无叮当5、4、3、2、1。是安怎拢无要叮当咧？卡吧，血无循环啦，徛伤久啊，徛伤久啊。来，是，来，有一个咧讲卡装的啊。你来，你嘛是安那？你讲查某囡仔，水佮拍，辣手啊，辣手，系啊，你捌听过？捌听过啊，辣手啊。辣手哦。当初时恁太太嘛是辣手的吗？哎呀。即马嘛是啊！知影生存的意义伫倒位啦？是啦，对，即嘛是辣手的啦。演过一个角色，就叫做辣手啦，所以我应该知影是这个意思。是演过角色安尼应该知影。来，咱来参详者。好，来。万一因若是拢丢，咱要安怎？阿姊就是比人数，看倒一堆活落来人上多，迄堆就赢。你讲准算。不，这哪拢讲对咧？哪拢无呢？咱3万块就省起来。哎呦，好来看咱3万块有省起来无？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先听老师来解说。来，这辣手是伫20-30当前讲台语的人咧形容这查某囡仔生做安那水佮拍，就是咱讲啥辣妹啦。辣妹。查甫人有当时会安尼互相相亏讲你带来的这个查某敢有辣手？还是学了人的女朋友讲，恁女朋友真辣哦，有辣哦，有够辣哦。所以这拢是咧讲啥？查某囡仔水佮拍，好你家在用啊！你看恁某即嘛是真辣哦。好来，咱即嘛看分数安尼。是，即嘛因为庆队搁剩4个人，所以伊就是这个单元的3万块都要咱的庆队。好，来咱看4队的分数，先看2队。2队即嘛1万。嘿，来庆队咧。即嘛45000。强队咧5000。单队咧1万。好来，咱顺道迄落咱的庆队的顺的拢请回。其他拢来，徛头前，来，无想到哦，你即马运气真好呢，是即马奖金4万，4万5，是4万5，等一个这一撇1000金哦，就今日爱甲奖金收着哦，收啊好哦，较拼哦。好，来，今日呢，1撇1000金。嘿，1撇1000金。会多拼奖金。哎呦，会多拼奖金，咱这奖金偌济？45000啦。45000，就是咱的45秒。来，加入去，佮加30秒变75秒，好不？75秒，来。
这回啊几题？拢中3题，娘娘。好来，第一题，咱几个字2个字。？2个字，75秒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哦，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啥？哎呦，这啥？奖金又搁超过4万块咯，因会当提走偌济咧？75秒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哦，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啥？哎呦，这啥？迪啊！迪卡。哦，你看，就明显的啊！迪卡，迪的卡啊！但是迪的鼻孔为什么会有点怪？那是毕卡索的毕卡索的迪啊！还有个高追，好来，咱就要看几秒。 65秒！哇，要破纪录啊咧！你看咱制作人，伊这边，哎呀，做完都行来，没揪揪啊！是好来，这为了真好加明显啊！加明显啊！看恁下落啊，感情有好无？好来，第二题几个字？2个字。2个字来，起码有65秒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这啥？圆的。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，中秋，月饼，中秋，月饼，中秋，月牛，什么月？不是，伊两款，中午，上午，哎，这个，哎呦，中午，上落尾我挡袂掉啊，上好啦，好啦，上午啦。 为了真好，对啦，月牛，嘿，啊上午，对啊，伊拢会画，伊遐看啦，伊拢会画一个箭头，你看，厉害。好来，咱就要看一几秒，哦，够38秒呢。哎呦，不过嘛是爱真加油，加油哦！好，来，最后一题几个字？ 5个字，5个字哦，来，38秒，请开始。哦，哎呦。 哎，姑叫比宝贝，哦，这个，来，画落啊，比他没画出来嘞，哎呦，这个姑娘的要啊，比啊啦，哎呀，无安尼，姑笑比无尾，比都还袂出来，吼，就讲答嘛，来，几秒？31秒，31秒，奖金偌济？31000块啦，奖励啦，好来，咱即摆今日去颁奖。 奖31000块！来，奖杯！啊，其他朋友不要紧，咱后一季再个见面是，后一季再个来。好，多谢恁替因加油。好，来，今日谢谢咱的郭老师。是，感谢咱的林淑琪林老师辛苦了。辛苦了，老师。专家有地位。讲台语，提8万。祝你大家拢欢喜。再会。 感谢，哦，厉害，太厉害了！哎呦，厉害！哎，估摸太厉害了，哇，英文都会接。